师十曰：群道之功，问道之功。讲师好。讲师好。各位先行请坐下。家人，各位咱注意在座前贤大德，大家早安。讲师早安。我是望上天主义做书的方式，师尊师母两位后代的大德，咱老前贤的五代医生，咱前贤两传书的栽培，以及咱在座注意前贤大德，每一个诚心鼓励，所以今日才有这个机会来咱通业的爱上，来甲咱大家共同研究道理。但是学学浅学，所以在学学所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若若准讲了唔对、无拍的所在，伊来讲咱在座注意前贤大家，当甲学学指正为明，这是今日学学呢，我在最大的盼望。今日我要甲咱参考一个题目呢，叫做“新心灵之苦”，免咱来苦得懂。因为在咱求道迄一天，咱拢知影，咱今日求道最主要的目的，从希望咱以后会当超生了事，知足。为什么咱要爱超生了事？最主要的讲，咱在这人生。但是咱讲人生一个块，到底咱对着这个苦了解了偌济无？咱当时释迦世尊为虾米要去修行？当伊去游四相的时阵，看着讲人生所谓一个生老病死、死来苦，所以伊决定讲要去修行，让咱脱离这个人生的苦难，因为你以后嘛是共款的这个。所以呢，一个人假使讲人做毋知这个苦的时阵，咱讲要修行实在是困难。但是这个苦到底是啥叫做苦？我哋甲咱也知影啊，知影。我是安尼讲的，咱即摆先来研究，这个苦到底是讲啥？咱敢要食过饭面？来讲哑巴吃黄连油，说不出口。到来就是食饭面，敢知？这个苦里内底。讲会出来，讲袂出来，所以咱咧讲食黄面是苦的。但是这个黄面的苦是啥物款的苦？这是这个味，咱这个记的一种的这个感觉的苦，这个感官的感受。所以这是一种味的苦。另外一种就是境的苦，就是讲外来、荷兰的一种，咱一般所认为这个境，所以咱感觉出来一种这个。伊现在这个苦实在是包含了足多咱济，要毋过足济人，虽然咱今日讲在讲苦，要毋过到底咱对真正了解是这个苦，有一处学法的大约，咧含遐浅显的参考来讲这个苦，当中问遐浅显，毋讲咱感觉人生无苦的是较举手，讲比如讲今日话，反正遮青岛咱多钱。咱各位先生，请问，咱人生感觉讲无苦，请举手。咱拢无举手嘛，表示讲咱会感觉人生是苦。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国中的学生，伊举手开，我感觉讲这真勇敢，伊就是讲人生当中是苦。我敢问呢，咱个确定就是讲。咱感觉人生真正是无苦吗？讲是真正是。然后呢，我就比较讲小弟弟，你敢会爱拍？你即摆来讲对游戏，你仔是做爱耍游戏电脑咧耍游戏，手机啊会拢爱耍游戏。讲你是做爱耍游戏？讲是啊，我一工耍几点钟啦讲上无嘛2点钟到3点钟啦，我就来问讲，若
阵讲等咱咧算啊，可能咱欢喜的时阵，恁妈妈来讲，你袂使搁算话啊，赶紧去读册，你会感觉安怎？绝对袂使搁算手机啊，袂使搁算游戏啊。伊讲是讲，啊我啊，伊咧讲啊，遐叫做讲话讲，我会觉得很无聊啊，很无聊，足无聊。然后我讲，啊无聊会艰苦袂？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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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既然无聊会艰苦，安尼你有苦？各位先生，无聊敢是苦？咱感觉无聊，就是讲你厝里吼，像我要找人开讲一个，讲一个你厝里，啊，毋知，搁找无伴，伊家己毋知要怎，也毋爱看电视，也毋爱用啥，迄叫做一种心内一种空虚啦，无聊，换一句话讲，叫做空虚啦。较早我咧上班的时阵，一摆，我来问咱同事，咱问咱同事，甲问讲，啊，大哥啊，你感觉讲人生你过了安怎？过了真快乐啊？后头问嘛是共款咱讲，你会感觉人生有苦？讲无啦，过了真真好啦。其实我知影，伊不是咧向人相骂啦，不是咧生气。我甲问讲，你咧生气的时阵是快乐还是艰苦啦？各位先生，咱咧生气到底是快乐还是艰苦？艰苦嘛吼，咱常常咧讲，我无你气到咧死，甲有人讲，我气甲足欢喜的，无啊，咱拿出气，阿妈滚紧到大条，有人讲咱气甲心脏用要去疼，咱若准气咧，含讲要食袂落去的，有无？咱气落去到底是讲食较济啊，食较少？食较少嘛吼，咱拢会讲一句话，气散，有啥物人气气大？无，拢嘛气散。所以，咱你看讲，哎呦，有影咧吼，不是咧生气，表示讲人生就是苦海，是不是？另外一种咧，种人是真苦味咯，安怎真苦味咯？明明这件代志做落去，结果是苦的，但是伊感觉讲，我咧做这个工作时，咧做这个代志时，伊感觉讲是快乐的，就是讲有咧食阮的人。咱台湾一句话讲哦，饭后一根烟，快乐的，是神仙哦。若就讲食薰的，食饱安尼，水一了薰的，咱就有仙安尼啦，哪亲就仙。今日咱若讲伊一个场所，伫咧病院内底，尤其是若讲真正破病去倒啉病，伊敢有才调通去食薰？以咱即摆台湾的环境。后来开始我来做开班，各位先生做这一点情报收这个题目做这个事情。来讲这简单，讲实在来到这边重要的学堂，咱就去有哪有一个尊重讲哦，咱台湾是一个学堂，咱袂讲大家来结婚啦。但是呢，既然坐落去2点钟、3点钟，袂当食薰，艰苦的。是艰苦的呢。因为基本上来讲，食薰食啊，伊若食足重的啊，迄叫做烟啊，迄个碱，迄叫做碱。毋对，当咧输的时阵是足好无毋对，但是无通输的时阵，到底是足好啊足歹？当然嘛是足歹的。佫有咧，迄个啉烧酒的有无？迄个酒酒，咱若准讲有酒的时阵，烦恼的时阵。来啉一个清解一个油酒，酒啉来讲，借酒消愁，后壁面嘞，愁更愁。迄后壁面是加足艰苦嘞。当麻醉嘞，其实就亲像讲咱若去病院去互医生注麻醉啥嘞，人拢毋知影，你若手术安尼拢毋知影艰苦啦。但是当清醒来时阵，迄阵就知影通疼，迄阵就知影通疼。紧手术过啊，手术5点钟，迄阵拢完全专心麻醉，拢毋知啦。5点钟已经一片的空虚，但是呢，咱5点钟了醒啊，哇！手术了，开始
咱借着这酒就是酒精嘛，啊酒精就是会讲麻醉，麻醉着咱人这个脑神经，互咱暂时无迄个感觉，所以这暂时叫做暂时尔，但是后壁咧，你艰苦诶，而且佫艰苦诶，所以这个叫做人苦为乐。所以拄则我甲咱做一个参考，就是讲，咱一个人在这人生过程当中，若若就讲毋知讲，咱面对的环境或者是讲咱心灵，毋知讲有迄个艰苦是基本上，毋知要受用，毋知想要来治苦伫咯。就咱像讲咱人啊，种病，化病啊，毋知有病，敢会去看医生，基本上是。因为有一种病叫做无痛症，无痛症就是讲，比如讲，互咱人去摔着，啊，佫骨肌肉断去，啊断去嘛，毋知断去咧袂疼咧，啊袂疼，敢知人去看医生，毋知啊，但是就伫咧感觉伫咧身躯上伫咧发作啊，尤其是若讲肌肉摔着头吼，啊若有出血，啊佫毋知人疼，免偌久吼，使用啊。所以人即种叫做无痛症的人，来讲病因依随受挫，啊，就讲会安尼呢，因为伊疼毋知，啊毋知通疼，毋知通去看医生。就咱亲像讲，基本上咱人即个心灵拢总苦，啊有即个苦，咱也毋知通要来受到苦得到，咱一旦得着解脱的，当然嘛是。所以武汉呢，别人在有这个，我给大家做。我来这摆就是讲这辛苦的苦，咱有这辛苦就一定是苦。咱一个人，出事了，人听喊者一声倒来，咱囡仔出事的时候，拢是笑来还是哭来？拢是哭来吼。啊奇怪咧，咱若厝内面有生红婴仔。较早诶人吼，对伊若生着查甫，拢欢喜，到满月时阵，拢要请人来食油饭饭，有无吼？啊，即摆咧，不管是生着查甫啊，查某拢足欢喜。啊，既然是足欢喜，为什么即个红婴仔出世诶时阵要安尼哭？伊讲啊，我苦，我来到这个人世啦吼，是毋是吼？所以当伊出世了后，开始就是慢慢来哭，啊，所以。在人生过程当中，生老病死，啊，所以对生到死这个过程，基本上来讲叫做一种的这个身体的变化。咱这身躯啦，这身躯这看在这个身躯，为什么来讲是一种身体的变化？因为咱这身躯内底所，伊就是由细胞所组成。咱这细胞。伊每7年是完全换一道，也就是讲，咱7年前的我，甲7年后的我，已经完全拢总无共款。7年前的我跟7年后的不一样。其实咱人这身体是随时拢变化，刹那之间就拢变化。所有的7年只是讲，伊是完全更新过来的。一秒钟的头发，甲一秒钟的头发。咱是大概看袂出来安尼，所以咧，基本上对生到是一种叫做一种心理变化，所以咱当然这4个头这是我甲大，所以这4个头基本上是共一个人，咱甲当做是共一个人，伊红个出世咱甲看，你若打出世红个伊皮肉是做咧咱硬，啊光表是。虽然讲啊袂有焦，但是已经无亲像红个啊，咱咱油啊，啊若到中年的时阵开始生白头毛就生出来，焦就开始有啊，水就开始咧大啊，啊若到较老的时阵咧，110年讲，咱甲这第4张图这个头啊，咱甲看，这焦纹就遐尼咱济啊，你若无是过嘛是全掉落去哦，啊这个是咱人的一种这个变化，这是一定的过程。这个叫做生命变化，生命变化，
啊，这是这张图啦吼，这张图咱敢看会出来？太阳咱看会出来是啥物啦？流量的。倒手边这个是乌啊，几当前的40当前的乌啊，后壁这是40当前的乌啊。迄阵读高中的时阵比，迄阵头毛也搁遐尔红哦，遐尔红，但是迄伊看着安尼乌乌，咱是做咩啊？咱是人欠伊偌济钱安尼吼，但是吼，到甲是40年后，头毛拢白去，无头毛。因为这相片哦，人迄相馆拢足厉害吼。你若迄个较歹所在，有诚有所在，拢甲咱接受甲做哩好势，不难死啊个。咱若无咧，讲实在，嘛是共款物件。迄个是一种这个变，这种变化。所以呢，这个变，为什么讲会苦？因为这个变有所谓渐变甲突变。渐变就是讲豆豆变化，这身躯豆豆变。所以既然是身躯豆豆变化，好来，咱人生对生老病死，总归到咧就是一定要面对这个死，面对这个死。就是讲这个地皮啊，咱是茶杯，这地皮啊，伊嘛是有渐变，未来迄是20当、30当，咱讲较高中的用50当，伊就会到尾啊，也是腐皮。到甲腐皮就基本叫做一个地皮啊。咱人呢，对生开始，到变化，到老的时候倒转去，人食土，阴土，咱这身躯本地就是安那人尘归，到尾就是讲归阴尘土，好人讲移民世界，伊为什么这个外壳，这个是叫做移，也是同款是一个。但是即款的讲的，当然咱若做离开以后，但这是世间暂时的这个事，离开的时阵，离开的这个过程，当然能量会长变，啦。悲伤啊，基本上悲伤嘛是一种但是一种较我能接受，歹接受的就是啥物？叫做突变，突然的变化，上界囝突然的变化，所以呢。咱常常讲人生无常，一般咧讲人生无常，讲有咧变叫做无常。但本伫咱的这个人体内底，所谓人生无常，就是讲伊忽然间产生了变，讲咱是讲昨日我看到啥物人，今日来无一定无看，一定无看见吼，叫做人生是无常。人生是无常，咱像讲即个地位啊，未来，但是呢，人在这个地来。讲输哩，但是呢，咧谈的过程无小心安尼讲话，这叫做突变。当讲话时阵，一定会惊大家无小心嘛，所以惊尔。但是呢，若讲渐变的，比较较袂当太会话讲，所以呢，咱我若做突变，感觉一种内心的这个恐惊。所以呢，咱看这张相片，咱应该拢捌吧？因为咱遮老土山，这啥物人？阳历。桂金花嘛。桂金花。桂金花，中歌上界有名叫做啥物？小肉肠当然咱敢袂当食肉肠，咱拢食菜肠。一年有年底，演唱会啊这新闻咱可能有看过啦。小一点点。出来。是。
我唱了，哎呦，啊，拄啊唱了，怎接了？工作机会拢来啊。啊，现场的呢？哎呦，我现场唱了，怎接？哎，过去无去。伊倒落了后，当然嘛是马上送你对，送你对，但是又倒来无，已经又袂倒来。恁老爸的歌声，咱一定我讲的是歌，来当伊对听，网络。对听，这叫做突变。哦，啊，所以若你讲下面真正足熟悉啦，感情足好啦，就是厝内面的人，伊感觉讲我互人接受，对无吼？啊，就是种迄个。所以吼，这个做特别。啊，有一件，我若是甲即个肉粽有关系，哦，但是吼，讲这是这新闻咱捌看过，哦，有一个人，哦，有一个人就是哦，马上咧透早阮仔咧练粽，啊，伫咧大楼的底遐咧看讲咧，小肉粽哦，啊，咧透早伫边，啊，其中有一个呢想袂开，伊敢若是讲十楼顶啊，咧跳楼自杀。啊，当伊跳落来时阵呢，我缀着啥物人？缀着迄个小肉，啊，你要自在的人无死，我迄个袂肉跳。所以哦，这人生就是安尼，哦，这个都特别。啊，所以即款的特别，基本上，互咱感动的是啥物？会当接受。就咱真正讲，我今日食头路，忽然间公司咧，咱要去叫咱马仔免来啊。咱的心会感觉安怎？哦，感觉好，咱安尼无想好办法，咱甲咱讲者，咱心理准备者，吼，但是做一个代志，毋是会当互咱讲啊生准备概念，这个是叫做人生，叫做人生。啊，所以呢，基本上生到死是同生的，啊，所以有生的变化，而咱像讲咱这生物叫做一台机械，用久会安怎？生嘛，歹用啊，哦，啊，所以呢，咱若做食老味，就是安尼啦，哦，不然将来做人讲食老味袂歹，哦，3万摆，其实讲哪3万摆，咱其实3万多摆吼，然后这个5摆遐倒来滚落去，啊，健讲过去，啊，随讲啊随袂，啊，这个是退化，这个是退化。我的妈妈已经91岁了，嘛只嘛孙悟空咧，基本上也足重，啊喙齿啊拢边拢是假多，他也无啥会行。你像咧看电视，煞爱看，也毋过咧看拢总啊，看一个影，啊耳根都听无咧，啊所以是人坐伫遐讲，哦，啊伊这囡仔就讲伊咧讲话时阵吼，伊一通。啊，毋是咧讲无惊，啊，还毋是讲爱听，即个人来讲说讲拢会无错，啊，你是咧讲啥？哦，啊，你是咧讲啥？你啊，跟这个所在，啊，你咧大家咧是就是咧听讲，到底咧咱是咧讲啥？啊，有可能来讲，比如讲，我每一日听到个人听了，大家过来甲伊讲道，我讲啊，都随便知影，啊，有可能伊是咱岛的人，还是外囡仔，啊，你讲啥都随便知影了。我来咧食物件咧，哦，因为真歹食，啊，有物件实是有诶，我嘛袂对我嘛去讲，对啊，食老就是安尼，食老就是安尼，哦，啊，有诶咧，比即摆社会，囡仔，啊，都拢是水外口食头，哦，爱保养青了，青了即头都拢是剩啥？剩老人阿囡仔，啊，囡仔咧是我咧读册时吼。那个五班，哦，是年级5班哦，啊，一班那个有40个哦，现在这剩一班几个人，啊，就1、20个，剩1、20个啊，所以已经到当初我连囡仔去老人，哦，啊，老人拢来到变孙咧，哦，毋是讲哦，像当初安尼经历的，所以基本上啊有诶咧，男生嘛无通变，啊无通变咧，就是啊，就是啊。啊，讲老人讲好啊，还有可能就
咱今日来讲，我讲过讲，坐咧锅仔里遐倒咧睏袂去，当时啊时钟啊，较早时钟过当几点，即1点讲一个，2点讲两个，你莫拢总有啊。所以若是讲一条咧讲钟吼，咱几点拢知影。咱甲我讲像囡仔咧，你听我讲啊，咱即若讲甲我讲是啥物讲这倒咧随会当开条啊，随时随地拢会当开。讲实在，咱福报真正够大。这表示讲咱精神真正修了够好，但是有几个当安尼，莫讲食老会晓笑咧，你做这事人来死，来去食安眠药啊，当然去食安眠药是来够可怜，要够可怜，恁做爱去吐袂去，你真正是够可怜，所以咱今日为什么修道，基本上就是安尼。所以咧，有道的是定定嘛，其实定嘛，无一定讲是啥物，讲是老人的这个专利啊，少年的较要病，少年嘛是会破病啊。所以经过这个调查啦，讲这几当来，咱对癌症主要是这。较早若讲台面癌症实在是出咱少，但是基本上较早癌症完全拢是无医，比如讲讲癌症是生癌化死。啊，当然，即摆医疗开始挂起，个讲咧，挂几档安尼咧，哦，啊，所以咧，这工程主来主济，哦啊，伊顾计就是讲咱台湾人5分80块秒，一个人比比，安尼有严重，哦，严重诶，当然这是甲一个大环境，甲咱的食食拢做关系，拢做关系，啊，所以有这辛苦就是一定这个苦。一定是苦啦，就是小病啦。人讲啊，莫讲啥物大病啊、小病啊，喙齿好啦，你感觉喙齿疼？慢吼，你喙齿疼吼，刚好一个少年人，你喙齿疼，你补咧，我家己倒安尼，当唔知要安怎，咱若无去用，你都唔捌用，我就是艰苦，啊，所以基本上有这个。所以当时吼，迄张飞啊，三国时代张飞，伊讲吼，我一世人拢总毋惊死啦，啥物个拢总毋惊啦，啊，然后就甲苦面团对伊手吼，将心单写一字，写一字破病破病啦，讲哦，我要惊死，伊就是安怎讲，伊是张飞拄啊破病3年后来，人吼4、8斤诶。伊就是惊死，真正有惊死。但是病安尼啊拖安尼甲活，艰苦袂？会艰苦啦，讲实在，当咱若真正破人病啊，倒去病医，啊要转个无要紧，转去啊佫袂当出医，艰苦啊袂当忍耐，迄阵咱的心会感觉安怎？会感觉安怎？即咱讲的拢坐好好食，但是咱个想看觅，当咱若真讲去倒去病情的时阵，拢太暗倒去啊，倒安尼感觉安怎？敢有即款人？有即款，就是即款人。哦，啊，基本上来说，较有福报的，讲实在啦，真正是咧哦，啊无啥物病啦，但是嘛是加减啦。哦，加减嘛是无法度。讲实在啦，有几当前开始，啊，都嘛是咧食药啊，哦，半单位半就是咧照物件，闹，啊，照大。真正是安尼哦，所以吼，咱若辛苦就是好啦。所以咱来看即摆题，哦，这是材料的，但是台湾的嘛是共款啦，你去真辛苦无？还是要挂个所在，做济人无？有啦，有人讲啥物所在，经济拢会无景气，啊，第二也会无景气，伊大经济实在是袂。咱人有诶，逐时拢安尼讲，阮啥物无用无当，咱听伊话，安尼讲咱若准破病吼，讲咱若破病就是做无用啦，是毋是？你做着无你较无用嘛该去，哦，咱为着要这辛苦，是毋是啊？有人讲是不爱用，哦，所以我捌听过咱前个
给咱人心，所以这辛苦就是苦，这是一定的报应。本来呢，这心的艰苦，咱拄仔讲着咱这辛苦的感触，咱这个感触，另外就是保利，咱这心的艰苦。其实有当时咱这心的艰苦，比这辛苦的艰苦更加艰苦来个小心。心的折磨，咱人的这烦恼，咱人的无明，咱这心的折磨，讲实在，有时阵真正是比这辛苦的苦更艰苦啦。所以咱当时小家小种就讲，要洗脑背书以外，完全就爱背讲伊的苦，无为是苦，但是咱来讲这个万尽为苦，万的艰苦的。咱怨恨一个人，咱感觉怨恨一个人，这个人对咱做唔咱歹，看咱做无，咱欺负到一点，咱会怨。早活咧上班的时候，日常生，因为迄阵拢会请这个临时工，咧请欧巴桑临时工，而遐带差不多2、3天，就调离迄个单位。10几档了后，就拄定迄个蚵仔送，迄个蚵仔送呢，看到500块，互我手牵的，开始问东问西，讲到尾，讲着讲当时伊遐搭咧做工，我咧做领班，我对伊话安尼讲的时阵，咱家己这已经10几档啊，低调，你讲话咧，负利就对了，我家己这个是讲。讲你家己个较体面吧，安尼，好是安尼讲，看我咧对人来，10几档咧低调。有年互我去泰国的时阵，去泰国，到一个，附近去找道酒，因为迄个道酒因后生倒里病，都会当来，比如讲伊咧接品书。你卖皮的时阵吼，我就讲，慢慢迄个囡仔慢慢咧动心啦。我讲这到底是安怎道理遮？原来就是讲因某对人走错，伊娶的某因某对人走，因为因某对人走了后咧，开始心情作歹，心情非常的歹，非常的歹咧，就开始啉烧酒。啉烧酒，有一天啉烧酒呢，因为咱人啊，做啉烧酒了后，行路到行会知，行袂知啊，行袂知，当然叫摔倒，摔倒了后呢，去缀着一个神经安怎瘫痪，倒离个所在，倒离了，倒离了后，讲实在我看，因为遐搭是一个庄大所在，看环境啦，来泰国伊种做法咧。咱的泰国还是一个做了解，所以话题是时阵无冷气啦拢吹电拢吹电拢咧，我亲条来过尔，慢慢就是讲要写个图，拢自己的练的，你那是安讲，有袂好咧，后来吼，我讲迄个道理，伊迄种抑个有感觉的，咱讲啥听有。我讲一句话，你敢会倒会怨恨恁某啦？但是讲咱甲问伊安怎讲？当然是会啊，当头啊会啊，然后我就讲啊，咱即摆咧怨恨伊吼，毋知伊有袂着，伊敢知影？你即个怨恨伊，伊敢知影？伊讲毋知影，毋知影。毋知表示讲伊咧逍遥自在，对人走一个行业，摆咧伫遐咧逍遥自在。既然是安尼，你咧怨恨伊，伊毋知影，伊袂艰苦，安尼会艰苦袂？会啊，阮咧人当然是艰苦啊，所以我就甲讲啊，咱莫遐讲啦。咱目的吼，讲你即摆我知影你即摆有即种报仇的心，叫我伊嘛讲，安怎？但是你咧怨恨伊，结果伊家己无讲无讲电脑，
这个经的时阵，伊讲当时咱讲放下这两字好讲哦，好讲，但是真正拄着代志来时，要放下搞较简单，毋是讲咱叫伊放下就要放下咧。所以阮咱爱互一个选择，就是讲我安尼做较好，哦，我依教来，我若管问伊，伊拢无感觉安怎来，我甲你食几啊做。所以呢，互咱管论两个时阵通过的代志，伊规个人就是上，所以放贵放上，安尼咱甲我大人更较好。所以呢，这老话要讲，基本就是讲环境好，到咱憎恨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看的这个好，现在是必须得改好。好，然后呢，咱讲改变。咱人斗阵久了会产生感情，哦，咱最开始做伊当讲过，就是讲，人讲咱人之所有人就是讲人为情急嘛，咱人就是因为为了情较生出着咱这个人，有理无？无，为啥有这世有切？哦，咱有这个故事无吼？这回切这个时阵，起死，哦，规当迄个牛郎织女拢在伊打开，为啥会变七世迄个夫妻？就是因为产生迄感情放袂落就讲，我决定讲我后世人要去嫁你做某，我决定后世人要去娶你，因为放袂开嘛，产生迄个感情。但是既然迄感情若落袂去了后，会当去做伙要开，会艰苦的。艰苦啊，迄个叫爱变苦，哦，所以情下主动的时阵，要离开的时阵是艰苦，所以咱才讲做情下爱色，哦，咱先讲一个价观，这个价就是讲较早来可能犯罪啦，都甲管这是会当引导，所以这个情咱就安怎会当引导，当你离开的时阵，你也是会当引导，所以呢，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拢有迄个感情，若无感情，若毋对，但是迄个情到底是要安怎甲下落去？迄个拍生所到底是要下偌济？咱若即种讲无迄个情，咱来讲，即个人讲完全无感情，也是对，哦，嘛是对，但是现做当落去了后，到时你离开，尤其甲人较难我咱咧讲，迄个我真正讲拄着的时阵。哦，所以这大脑咱来看，咱看这个字哦，这是一个主播，新闻主播在广告，讲新闻报到一半的时阵，伊报的这新闻是安那是因翁老发生一件好事，来，就是咧报因翁的事，但是伊唔知影，懂？
所以吼，咱的先生呢，咱来想看觅，咱的先生安尼斗阵了感情，吼，艰苦的，艰苦，尤其是咧报时阵咧，报着因翁咧，所以吼人生的这个苦，无比这个你若无简单啊，竟然安尼跋倒来进来，安尼从这心甲报答，所以吼，咱人生就是做这无奈吼啊。这啥物啦？很苦的，很苦的。咱来讲求不得，求不得，咱着做于来是讲用这修这个气嘛，咱求，基本上求就是后壁面带来的这个苦，就是讲咱若求要好乐，后壁面带来啥？互人甲咱祈求，若要求到这个好名声咧，后壁面就是讲辉煌的艰苦，若要求到你背后咧就是讲有衰败的这个艰苦，若要求到厝咧背后是苦难的艰苦，但是咱讲人生要注意，十项几项有8、9项。其实就从这个，其实就是当然8、9项了嘛，就事事都不如意啦。当时咱会讲啊，祝咱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咯。敢咱是会这个代志，若真正讲万事如意，真正好过，真正大到，但是无可能。所以呢，就亲像讲，这个叫做朴槿惠，朴槿惠台湾的总统，我吴老夫是一种名义。当然，伊个求的是啥？求的就是个权甲势。伊嘛希望讲伊的总统会当安尼做咱交流了后，对啦，咱无敢会当安尼，袂当，袂当。所以讲还袂落来进前，伊心里有一个韩国总统咱若是看卖迄个当然啦，安尼做总统的时阵，我相信讲，伊只要摕一个手讲。而且咧，咱像讲，伊个路在放真正刚嘛做伊个路在，伊个来个顺候。但是当伊这权势已经无去啊，拢总完全无共款。所以咧，伊这是咱新闻报，伊安怎看来讲，这个韩国的女总统朴槿惠当面这个加工的时阵，看着这加工去穿这个加工的衫，哇！现在看这个。人共款爱翕相，爱突然间就话一个好啦，你边仔即个狱警咧，迄个警察，我大声甲骂，甲喊，咱来想看会当伊啦，做总统的时候，迄个狱警敢喊，当然毋敢，但是咧，当伊落力的时阵，甲当做总统咧看，已经完全拢总统，甚至嘛袂甲叫朴槿惠总统，甲叫啥物？503，因为伊字啊，号码叫做503，伊到内底大家拢讲共款，无讲伊过去是啥物，咱是讲淡水比，早咧做总统的时候，叫讲，但是讲伊是叫话，你袂使安尼赶伊入，所以伊的尊严，咱过去伊做总统的时候，到现在，拄好是天甲地一个差别，这嘛毋是讲伊过去。当然，过去讲伊希望讲伊这个总统会当做安全，伊所以为，所以后壁面尤其是当主权搁甲施下来时，实在到底时阵，这个艰苦是无艰苦。咱若拢总是平民，当中是平民，咱咧行，阮这种社会的生活，咱若种拢倒的时候，就是讲伊就平时。无所谓想，但是伊连做管安尼思想的，当然是生活的变动是上个来伊讲伊心理，咱一个人心理咱就安尼想，咱就咱安尼啦。当然，我刚才咱讲你受到啊，你受到代志伊就会讲这无情会，我相信讲伊会心这个艰苦，毋是咱一般啦，但是。
灵呢？灵是哪会苦？哦，灵是哪会苦？咱师尊你讲过一句话啦，人生上苦的，莫是因为着道轮回中轮转不息，该还。所以基本上，伫轮回是啥物？伫轮回是这身不轮回吗？其实这身躯艰苦好来，咱艰苦嘛。70天80天准做，咱食到100天好无？这身躯就无。但是这灵呢，用来永远伫。啊，伊是永远伫的，所以伊就是，啊，讲咱着爱去迄条道路的当中，伫咧轮转不息，当迄个解法，这是真正艰苦。咱是讲，咱这个病就不是伫咧甲咱刮给，甲咱刮，烦恼做无法度讲解决，安尼讲意思。所以世间上艰苦是安尼。所以咱来看这个是啥物道？叫道轮回道啦。六道轮回好，啊，咱从外围的，咱有看一个，安尼，这个面安尼，做面咱拍迄个面，啊，喙齿安尼，我夹条夹这个轮转盘，你代表着严罗无？哦，所以伊双手就是用这轮转盘，再用这个喙，我甲控制掉。所以呢，咱一般来讲着道轮回就是这严罗无控制，控制。所以真内底就道去天道、阴道、阿修罗道、恶鬼道、地狱道、个畜生道，哦，基本上来讲，咱若种无直接解释，讲这叫道哦，啊，咱讲天道，包括讲这气天性，300人到500人，哦，啊，这阿修罗道就讲修天法来哦，啊，阴道呢就是讲咱这所在。之所以产生着用二轮回因缘后果的对象，叫做啥？叫做贪嗔痴。哦，贪嗔痴。所以咱甲发中这个道，咱因这可能无会做清楚啦。这后些贪嗔痴咱袂看。哦，贪嗔痴。哦，啊这贪呢，伊是食鸡啊。哦，食鸡啊。啊这个嗔呢是食蛇。啊，这个痴呢是一只猪，所以是用鸡啊代表贪，嗔蛇代表嗔，啊，这个猪呢代表痴。啊，为虾米讲这个鸡代表贪呢？意思是讲吼，这鸡啊，假使讲吼，咱若做这个米甲赢落去，即摆伫咧剁这条米，其实伊目睭已经伫咧看，伊嘛一条米啊，哦，伊毋是单来讲我你食一条米啊，伊目睭已经。咱是就讲啊，讲吼，咱伫咧食饭的时阵，咱喙伫咧掰，啊目睭呢，啊伫咧看这个桌顶的菜，啊你共款意思。已经伫咧食，通食咧就目睭在咧看。啊是讲食饱后，喙饱，啊目睭了，共款意思。啊这个蛇伊讲刺，咱看到这个蛇啦，咱用海，伊咧放刺刺啊，咧刺咧心啊。咱做咱亲像安尼甲咱吞落去款哦，我就是讲饲，啊饲呢，比来会做代表，哦，所以当时啊吼，当然咱袂使甲骂一下吼，咱咧讲一个行业到后面讲你是猪啦吼，啊，你来做代表，其实猪敢实在是咱人好大，知啊，看咱咧看，我猪就当知影当做，知影当食啊，知影当做，哦，不就重点伫咧哪？咱这用道轮回这个因缘来处理它，叫做贪嗔痴。所以咱基本上咱做贪嗔痴无，咱心来个是这种的所以贪嗔痴是一切因本，所以呢，咱人在世，假使讲啦，就是有这贪嗔痴这个习性，因为维持咱这心双意念啦。心的这种对，所以呢，因会随着咱人去掠，咱人饱了了，倒落来讲，啊，肝大不去，啊，胃掠随心，啊，所以这个掠内底有所为，咱这个国家咱是要包括着咱人这个心念、这个事情，拢总放内底哦，哦，所以呢，
爸爸是老爸生，老爸老母生，家己老爸老母生，也毋过个性无共款。伊是咧讲伊个性，袂讲伊品性，即个讲过去所变掉啦，共款去甲对调的，讲去对调的，所以咧，咱人咧念头，咱人是信，只要有生出一个念头，只要有做出着一件代志，拢会随着咱这个转，拢甲对调，毋是讲咱人死就无，毋是讲咱人死就煞，死就煞，死是敢有煞，死实在是无煞。所以伊对包括咧讲，咱人来到这个人世间，伊这命运嘛是由命运来控制，所以咱人在世间命运是当中无共款，富贵贫贱夭寿。所以业力基本上跟咱人所有的恶连带有关，伊拢是连带。所以呢，咱来看，其实这咱可能是真是当中。一个人类唱早，伊古早时代嘛是讲人类唱，所以就是赶快生一个，人类唱，这人类唱伊个后眼睛、后鼻啊、后喙、后手啊、脚，甲手来，嘴来食，咱来想看觅，这个已经做明显啦，对咱人好，当然有的人是较袂晓个明显，但是这个已经非常。咱人为收集，正有精神。所以咱这个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他讲天道、人道、阿修罗道，这个对对。就是讲其他这个重点，咱来讲出世道，这都行的。咱我来讲伊啊，免做人家咁好。咱名义会讲知讲袂错啦，有诶人是爱讲迄个啥物靠啊，拢伫咧厝内面讲爸爸妈妈是安做人，无做就搁通食，无做搁通食，会讲好，毋知影咱读书，讲这题啊，虽然讲免做无通食吼，但是先讲。出世，较早诶细个较出世，我一当外，伊活动讲甲咱大，恁低调较大，但是呢，安怎呢？人是假，人是假，是讲要逛街聊天诶，我哪有困难？我拢怀疑啊，完全拢无自由嘛，这叫做行动。这个呢，你来改嘛，讲改是无坐车嘛，就你咧去负债场所，做宠物诶，嘛是搁安尼拖，做比啊做宠物嘛是爱讲拖，做比较老安来咯，所以咱甲看，基本上做成道，为啥物专做？咱讲精神就是讲有两骹有四骹，有两骹有四骹，不管是鸡啊、鸟啊、鸭、牛、马、虎、狮、鸭，拢总好。咱讲读书的东西，大家听拢是对，运气紧着，运气紧来叫做八天啊，所以有当时咱咧骗一个人，有个人讲这个人他就精神咧。就是讲，伊所做诶代志已经拢爱有原理啊，都爱做精神。但是咱真诶是做人啊，假使讲咱若是做人诶时阵，已经有原理啊，所以精神大家表是有偏诶，叫做违背偏，叫做背偏。所做代志咱人共款。咱要做做人是足无简单诶，基本上咱人有当只是看服务简单来做事做人。咱当时咱先生世尊甲咱讲，咱今日做事做人，叫做人心
难得啦。哦，就咱先讲一只共款，伫咧海中要找一块茶壳啊，哦啊，有要找这茶壳，这茶壳有一个汤，伊个头要轮过个汤，看伊大海当中茫茫渺渺，要找困难。啊，要出世做人，咱是一只有要做，迄块茶壳啊，要来轮过个汤来难。啊，因为咱目标是讲咱来出世做人拢有所以基本上咱做人甲着做精神是无共，因为咱头是顶边的哦，叫做头顶天，啊脚呢脚踏地，所以咱做人的基本条件叫做讲爱扬会天啊嘞，会地顶天地。啊，若即讲无法度通去扬会天会地，就是讲咱为了哦，啊是其他咱做人的这。哦，啊，若种地府报着来，你报袂到咧，啊，当然有得话，啊，这地甲你，哦，要哪写？即讲迄个你在世时阵就是安尼啊，做头家要好咧，拢去这样讲，哦，家己啊食好穿好哦，不奢侈，但是对外咧，就是做无味道，啊，就是做无味道咧，啊，去到遐。讲一礼拜，敢若用一个暗暝啊，较早，咱若阵咧煮暗暝的时阵，顶面是一个讲糊的，顶面个汤哦，啊，我通食一个汤哦，啊，一礼拜多食一碗，你咱若讲一日食，通食安尼安怎？哦，讲到一礼拜啊食一碗，哦，一礼拜啊食一碗的暗暝啊，哦，安尼一直轮落，一礼拜食一碗，一礼拜食一碗，啊时间偌久，毋知影，啊，所以这个是叫做味道，哦，啊，所以有味道啦，所以这是咱人哦，这个有味道，在这个理解这个哦，所以这条路通通食，亲像安尼，好势，比如讲，毋知对一个国家迄阵，讲带大地动吼，啊大地动了后。嘛是拢无是通食咧，啊，用啥物？你食啥物咱敢知影？用土做饼，你才是用土做饼咧，用土做饼咧食咧，啊用土做饼咱食会饱，讲是咱哪土落去，但是食海，到尾啊白海落啦，你拢饱啦，是毋是啊？所以呢，基本上呢，像无通通食拢枵的啦。真是足可怜。哦，啊，这地角多咧。啊，你地角多就是讲地角哦，地藏菩萨本愿经内底讲啊讲，仰菩提东方有山多日，地位依山而树，有日或光大地角，结无间有地角，也大阿比有名，伊道好好，回山经。就是讲哦，伊这地角的名称叫做无间地角啦吼，这是讲大阿弥地角。啊，为啥物讲伊叫做无间地角？就是讲伊这地角哦，听讲啦，你看歹人愈来愈济对无？好人愈来愈济，所以这地角已经无够。所以咧，做地角叫做无间地角。所谓无间地角，就是讲伊这地角大到啥物程度？就是讲毋知影偌大。哦，这间就是讲空间。哦，啊，无间就是讲伊个空间无限大，咱拢毋知无，所以叫做无间。另外就是讲，伊是即个无间地甲所受的苦，到底受到啥物程度？就是讲，咱是共款无穷无尽。所以，假是讲即个人，伊即个世间的时阵已经是无穷无尽，已经总其他我同人去讲评，到尾到得了。所以
啊，胃才有啥物人食？可能野车食，哦，野车啦，野车食。啊，有咧地方就是讲，这可能咱若种，迄个荒谬遐大把地看，应该是到即个，就是个水吼，大鼎咧，滚水啊，然后滚，啊，大人来底啊，哦，而且是讲咱即个红条啊，烧红果果，啊，互即个水全咧冻咧。啊，就是讲，伊受这个就是讲，伊咧受法，到啊啥物？唔知影，其实哦，迄个经法咧，奖励是有够济，即拢总是爱。咱袂讲啊济，讲啊济，自家是无咱知影，咱袂可能做甲，哦，要是讲哦，讲实在咱若做讲，对迄个所在，这个苦是咱所有咱受受。所以咧，这个嘅苦，你讲啥？讲咱人生，因为伊影响着咱人在世啊。虽然讲咱已经8年啊，倒转去，然后咱倒来，毋是讲咱个耍，哦，毋是讲咱个耍。所以有当时啊，咱人咧做一寡代志的时候，咧处理一寡代志，经的时阵，哦，咱若做意识修这个代志，确实无力，当下无力，有咧处理比较改动，那个。哦，啊，有一种就是咱人有咧所以咱咧讲一个人咧受气开时阵啊，咧发情绪时阵，咱来讲叫做啥物火？叫做无明火。啊，为啥物讲叫做无明火？无明两种意思，一种是讲无明白道理，一个人无明白道理，讲的不对代志来做，容易发情绪。一种就是讲，啊，到底家己感觉讲，啊，为啥物我当我咧受气？当咱受气，咱家己都毋知我啥物时阵受气在，会用啊不一个就出来。我相信讲咱拢捌受气，啊，迄个受气当咱发出来时，咱拢家己无想讲，拢袂去想讲，哦，我即摆要受气，然后咱往前走，这是拢用冒出来哦。咱是讲咱去达到一个就好，共款咱达到这种法式的动作，拄着代志来，咱看到袂介意，咱甲咱安怎者，咱马上就反应出来。啊，因为这个无明是绝对哪来？可能就讲咱过去是毋知偌济事情，就已经安尼一来，咱拢无想好势，到啊咱现在，所以家讲叫做是无效，毋知为啥物时阵开始。啊，所以从过去毋知几世之前，一直影响到咱现在。讲实在咧，认为好势，无去甲体会。所以咧，啥物款的行叫上解讨，叫做无助。当咱除了贵的时阵，咱来找袂着，当咱找袂着，这个是叫做天，这个是叫做天。咱当咱有需要的时阵，就是找袂着。咱有一个热情，我有先泡热情。因病是安怎呢？就是讲，当你喘气时，定就用咱鼻仔咧喘出来，啊喘袂出来，咱是要动鼻仔咧，啊但是呢，搁袂去互动鼻，啊搁是安尼，哦，咱来想啊，外口的空气啊，这个就是安尼气无啥个，咱来艰苦个，足艰苦啊，啊去找医生咧。检查，医生拢甲讲安怎？你也无安怎？咱来想看觅，连医生都讲无安怎，医生敢会开啥物药好食？真正毋知影，啊嘛袂用食，啊明明都足艰苦，啊拢困袂好势，每个拢困袂好势，拢食安眠药啊，啊一日逐工安尼。讲实在啦，咱承担。
做艰苦的。咱来想看卖啦吼，咱先拢讲过，小病是不小心，咱大病是不言语。其实吼，当然需要，咱破病打紧，基本上破病打紧咯，咱就找医生来，医生来咱治疗，咱治疗来健康工作。但是可是医生连医生都唔知我这是啥物病。所以这个是种药，是家己的药。有当时啊，就讲咱拄过，但是迄个有人会安尼，但是到咱过经验是较袂记得，安尼甲咱见到，只是讲开始讲做，毋是只是讲咱无叫好啊，甲配合，我甲咱应用，随时拢对，这是当然对。好，这个是你没干过。安尼生死轮回靠啥物来？轮回靠，大家讲，生活是大慈大悲啊，生活是大慈大悲，生活是咱来甲咱救。咁真正生活是咱甲咱救吗？唔知影，这个要看你家己啊，为啥要安尼讲呢？有一摆，这假设阵我经过一个。皇帝甲的一个井，伊安看落去，我看一个个规矩，叫做井陀罗，咱这个新加坡就对，伊这个神通在讲伊过去时，因为这个人是爱去，就是地讲，因为过去足够欺负遐个精生啦，安尼甲糟蹋啦。甚至啦，讲个细只鸟啊，细只鸟鼠啊，个咧公羊啊，去个，我甲上落去，遐个上落去，安尼啦，所以咧，迄个古语是安尼写者讲，迄个精神来看到伊吼，会惊死就对了，大只咧，就安尼尔，所以是，伊拢要欺骗人，对地下，还是咧有一讲，就讲伊啊去地下进去，看到一只写你，准备要出骹手要甲，也无死啊。但是呢，我要走落去时阵呢，家己安尼想，我今日心情还阁袂歹，好啦，今日放你去吼。迄只猪拄安尼行到要海去哦，伊嘛说讲一声叫我落落去哦，你是要挂，好佳哉，伊嘛无落。但是呢，因为是嘛是感觉是最后顶啦，感觉变袂个，所以我是甲细阵啦，这个。伊也知讲，伊当时有生这神了，因为这只猪当时这只陀螺要甲流的，若无死呢，伊较好讲，我若无赶紧收业吼，后摆啊，我是讲这个人安尼吼，伊啊收业啦，以后就讲是对对，这是叫修行，但是迄个是猪的心啦。这是一个故事啊，咱人想象所以新加坡就真是地图啊，因为放这地图思维，为这这，这个什么这陀螺，因为咱当过一条生命嘛，这地图啊讲到这陀螺有着这地图思，这地图思呢有的，有的这地图就好看。好开呢，因为后壁面，当时人这陀螺是因为看这陀螺后壁面遐有爬开呢，咱要救呢，这陀螺想讲，是伊公司电话机啊，讲互你救开，大家当时我毋知我要用，我要背对啦，所以我咧骹一解踏下面遐人无要背个。所以安尼一踏落去了后，这地图是怎啊？有的，地图要写。你有背开无？无背。伊是假使讲当时，若讲发个神念，你毋通背开，你毋通背开，后壁要怎背开？
其实其实这个事情有发出来，所以该人讲机会开，是机会开呢，哦是机会开哦，但是一直要这个生意啊，了。所以基本上咱讲生死轮回苦是啥物？咱讲生活就咱来比嘛，哦，生活只是一个作品。但是讲啦，什么叫这众生啊？我可能早咱这众生方面，啊，你救了呀，这都是大主大业到对我发众生在轮回，唔甘哦，虽然讲袂当甲咱救了，不过伊确实会有这个作品出来。我咱众生哎，发啥物事？只要咱若做遵守出来了，拜讲嘛，咱遵守出来。所以生死轮回苦，是咱来救咱。所以咱拄则咧讲了，咱这个苦，其实咱咧讲苦过是在咱。我咱人生的这个苦，咱就咱才讲咱人生苦悲。哦，所以这个苦是在咱教育啊。哦，教育讲咱人生的。一生是，一知是面就是真正是安尼，咱要安来所以呢，知影苦的这个事情了后，哦，咱个了解这个苦的对是哪来啊？毋是单单讲知影苦啊，咱人生有这个苦，咱那个讲哦，为什么有这个苦？这个观念，你哪找这个苦的方法？啊，就找着这个苦的方法了后，这个苦以后，安尼。要是讲药到病除，哦，药到病除。所以呢，今天可以是飘飘上天，今天呢，咱变成了天气飘飘上天，遇到重要，有这是重要。过去是先修着，咱现在是先修。哦，所以不管是先修着也好，或者是先修着修书只是重要。哦，这个是种这个观。所以呢，啊，准无求道修道，顺势是啥物？咱顺顺讲啊，讲烦恼代志生死上大。所以咱今日准无求道修道，所是要巧心了事。啊，毋过呢，会知社会机会，有真济根本就无对着这个信用状况，或者是所谓的生活啊、灵魂啊、灵性，伊完全无信任。哦，咱世界上靠这个语言，靠啥物轮回，靠啥物因果，一摆，这是一个故事啊，一个故事。伊嘛就是讲，这真世间靠啥物灵魂，靠啥物佛啊？所以伊个伫大众面头前面讲嘛讲。这真世间完全拢总无本啦，啊，有啥物神论拿假书讲来做本，请这个神论马上现身在伊面头前，哦，现身才有讲，哦，大概咧，伊马上咱是安尼讲，意思讲哦，这真世间根本无神，这时阵一个乌仔桑，啊，这乌仔桑咧是啥？好爽，啊，包一个然后用变体，爱就甲这个朴素安尼讲，朴素啊，讲我是过去还是幸福到现在，我过了真快乐，爱要请这个朴素，他是讲啊，你今日若讲有幸福，有幸福，但是饱未了后，倒转去。忽然间，他就讲，啊，这真世间宇宙之间，明明一种根本都无所谓的，这不能存在啊！啊，就是讲，真正讲，互咱饱回来了，倒转去咱知影。啊，哪有啥物生活啊？倒转来会看这个，会看小姐这啊，根本都无这个代志啊！啊，我在世时，我来生活，啊，咱是唔讲用，一定看袂着。但是当问啊，少，啊，我伊甲讲。我在世时，我有幸福到现在，我活了真快乐。我因为来研究伊，我感觉真快乐。
车毋是个。他是讲，若准饱袂去到了后，倒转去，无看到生卵，安尼车毋好输，你有啥物损失？就是讲咱倒转去，啥物拢做无代志，咱有收入哦，咱有运气可以哦，我了真快乐哦。啊，倒转去无看到生卵，咱到休息啥？无嘛吼，啊，倒都毋变来啊。啊是讲若讲转去了啊，真正有生卵呢，真正有生卵呢，哦。啊，真正有天空咧，啊，真正有地眼咧，安尼咧，伊告诉我，安尼你损失偌大，安尼损失偌大。所以，我要甲咱讲的就是讲，啊，今日不管讲咱好人相信，你相信讲因何哩？咱今日来研究，来研究，伊分享着咱，互咱在世时阵，当咱得了真正快乐。安尼咱有损失吗？没有啊，因为咱基本上一个人啊，讲无听道理，伊是无原理的。基本上你啊快乐，根本就唔知影，哦，根本就唔知影。但是伊互咱看的，咱爸爸了，真正互咱看起来、看家己来时阵，咱也真无受，自甘过的。你做着已经完全袂赴啊，哦，完全袂赴啊。所以咱若顺着人讲法律代志，小心了做代志，上解法。但是讲咱若讲无修的，咱爸了要小心了事。换一句话来讲，是来自这世事，这是上解艰苦，上解艰苦。所以咱应该受水治了，咱爸了，飘飘上天堂，这是一种全华吼。所以咱看见天道轮回吼，现在求得一工课，咱就讲，求得甲无求得差别就尔，无求得，哦，啊做了歹就是求地狱，哦，咱就善男信女，哦啊，做善事无名之路，到伊咧做伊咧，啊咱若讲有受苦，伊拢叫咱多受。差别是，哦，所以呢，咱来讲这个道的事情，咱道的是讲是是讲用这个车道，用车道变就是讲，咱300岁点到，8步以内当中，甚至也咧护法，啊，咱护法了，哦，天经地义嘛。咱三宝，咱无是真因，啊，当然，生卵若准生好势，结婚若生好了，啊，所以呢，就做为大事，当时去拜五祖为师的时阵，因为伊就做为大事，去到五祖弘扬大师了，完全拢莫去听五祖弘扬大师讲经说，哦，所以拢咧后伊咧破查真理，破财踏对，啊知影，你着五祖弘扬大师知影五祖的这个意思，啊，所以呢，伊嘛了讲咱互伊伊来讲，这是要保护伊，所以有一暝伊个，当伊咧伫遐整理的时阵，伊就去找领导的，伊即个政府怎啊讲啥个，伊了解了后，就做为大事，三家去找，啊三家去找，伊对一搭找，去到五祖弘扬大师的上房，哦上房内底，啊上房内底开始，这个六祖大经内底有写，马上五祖的加西家。其实伊去上房内底问伊经关，啊为虾米要加西家？讲伊迄个加西庄。啊，当然，伊内底伊无特别写讲吼，但是伊有讲着讲，我为伊说明讲，伊讲到，何以众生本无心的内心难法，定定起来了，伊就开悟。其实伊所讲的这个加西家有，那就是讲，互咱咧请道共款，咱要求道，咱点老师念这个请道，无要
这个外口的以前当时，共款意思。所以当时咱用这些条线做咧传导吼，也是准这个，嘛是共款咧，讲伫咧道读文做义做，然后共款写个家世家庭，为太然后所以甲这个性条线做传导多方上面来讲。无钱，咱即摆来讲，咱真济人。所以家世了解讲请大兵用迄护法，所以求道是做事情，即个仪式是做人咱事情。另外，咱咧来讲，宗教，为什么来讲宗教？其实呢，袂只有教，但是并无宗。作为教，叫做教。当时圣经说准，啊，别人讲老有准，其实。我是讲老有准也好，这是现在是讲中是大主。所以伊个门下咧做，伊个学生讲老有准学生，咱是现在说准的这个土地听讲出来，是做咱济，所以这个叫教，这个教。但是咱得定到伊个，但是人家讲老有准传到出来，咱后来就传上，你讲啥。为什么讲咱唔会当有教无种讲因咱今日道伊是嗰个道脉道，呢叫做美美上法，但是讲咱教祖先有啊，所有个人拢会去研究，会去找咱的祖先去背大，然后来所以咱的祖先咱来叫做宗。即个宗就是讲咱的因缘，咱的因缘。所以咱今道就是讲有一个道法，有一个道脉。所以咱今就是讲有了领受，因领受这是天命的民事，这是面上。所以那准讲我人团队就是讲这个宗，所以呢，有道到有道，咱今讲只有领受。所以真贵性，所以咱今日讲啊，为什么讲咱人啊，求道了后死了后受苦生软？为什么会安尼？因为咱包人来个第一，所以这讲啊未受到足安全，咱先来来讲，因为我人就死了，然后死了，以前。死了，死了就是所以咱人伫台湾的世俗的讲是风俗，就是讲，你要过去进前，都会先那个穿衫了，穿几束，要穿无领。若等下过去了后，要穿到袂已经袂有啊，真无平，我都是但是咱都有。死了，我就已经去看过台，咱预防起的这些关卡，已经会做出来的新规来，这件就是做咱这，但是呢，咱会给你一点做，咱遇到了，这三步讲那个期待，你是爱期待呢，因为到大学了了，到你。到等你听，爱见过了，个观察的讲，叫做UUG 观三步来做对象所以呢，这道是中国叫做流浪的归天。你求到了，拢无去揣三步了，会大比是一个流浪的归天。有关啊，因为为了你求咱这个嘛，然后来现实，了下这个，
第三步，第一句，我同你有关印记，会飘落在啊，没有多远的啊，有老的，有老的啊。实在啦，咱这个平台顶有真济，有真济遇到了后，三步咱袂记，为啥袂记一个？做少代。第三步，到时仔咱用了嘛，看这娱乐的，咱报名了做印记用，哦，不只是讲咱在世，会材料的时候讲，做印记用，但是呢，还佫有个点。你作业不能了，难把相反。我讲你今天得一词，飘飘上天堂。哦，咱有求到了，无对，咱上过来，飘飘上天堂。但是咱有一寡关爱了，啊，这关爱了是啥物？咱已经来讲，无非是不能消啊，不停之讲不能标完，所以咱要消完改变，就是讲真公实。这个标完，哦，这个标完，因为咱人，而且在线拄拄讲，为什么这个业成业德重要？伊会影响着咱人咱就是当讲咱真正要找着贵人，我当找着是到底是啥物啊？这个按经过，咱完全这主啊，哦，冤亲债主，这是无形之大头啊，哦，咱咧欠伊。学人敢袂使，讲袂使啊！讲咱共借钱，人甲咱借钱啊吼，借钱咱无明白，咱会感觉咱嘛是讲啊，一定爱紧，哦，所以吼，一定互我，一定会变通咱